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中南部确诊病例一直增加，台中、台南、高雄、嘉义县、南投县拢宣布讲，高中以下各有公立幼儿园要搁继续线顶上课1礼拜哦，一直到17。中华县是表示讲，今仔会做决定。北部疫情有较缓和，所以桃园市、新竹市、苗栗县、搁有基隆市、宜兰县后礼拜一学生就会当登去学校上课啊。中南部的疫情正伫咧升悬，台中市初8本土确诊个案11587个是全国上最。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家长团体会商了后，宣布高中以下学校甲公幼暂停实体课程，远古教学搁再延1礼拜。也跟家长团体讨论以后呢，那我们决定下个礼拜再停课不停学1周从13号到17号。除了台中以外，南投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也宣布暂停实体课程，一直到17。中华县长王惠美讲，会看这2天确诊数字的变化，今仔日会公布最后的决定。一直到昨晚，包括桃园市、新竹市、苗栗县、基隆市、宜兰县，全台湾有15个县市，后礼拜一开始登记学校上课。也若新北市是由各学校家己决定，意界是认为学生继续远距教学，好处是疫情升悬的速度会较慢，整体医疗量能较有反应的时间。不过缺点是，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时间也会拖较久。可以让这个那个冲撞的速度稍微减缓一点，但是相对的话，他如果要下来的话，也会拖长。毕竟没有得过的人，他就是还是有感染的机会。有学生家长讲，囡仔远距教学就要1个月啊，家长请假伫咧厝内照顾囡仔，厝内经济受影响。对于这个双薪家庭的家长，其实真的是很困扰，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向公司。就是爸爸妈妈两边一直互相请假，那这个生计真的就是一个问题。中南部县市的首长估计后礼拜已经应该较降来，到时会滚动式调整，减少家长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总有72921个本土病例，575个中重症，211个人死亡哦。其中有一个17岁查甫囡仔，因为伊本身有神经系统的疾病，发病2天就死亡。指挥中心表示讲，这波疫情有700多个病人哦，因为出现肋头毛、胸坎痛、心肝头乱跳、肌肉酸痛这款的病尾去看医生，嘛呼吁讲民众要爱特别注意。新冠本土疫情男性北降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初到新增加72921个本土病例，有3县市病例数万外，其中高雄甲台中市新增加病例数超过新北市，排前2名；台南市对伫后壁排第4名。中重症新增加575例，死亡新增加211例，拢创下历史新高。211位当中有197位是有慢性病史，有137位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其中83人没有接种任何1剂的疫苗。互人感觉遗憾的是，死亡个案当中包括一个17岁青少年，个案本身有慢性神经性系统疾病，做过2剂疫苗。5月底因为家属谈济，互人送去急诊，经过采检阳性确诊，随插管使用呼吸器，不过因为引发败血性昏厥，2天后也是救无转来，是青少年确诊死亡第2例。根据统计，这届疫情累计有2593000多人感染，不少治疗好的人出现一寡不爽快的症头，已经有787个人就医。指挥中心公布感染了后，长新冠9大定快的症头，包括肋头毛、郁卒失眠。也是出现心肝会菜、胸坎痛、急性腰子损伤、疲劳、肌肉关节痛痛、喘气困难、新产性糖尿病，也甲会脱血紧这镜头。但是美国莫德纳公司进前公布，已经研发2价次世代疫苗，会当同时预防感染新冠武汉株 Alpha， 也甲变种株 Omicron。预定6月底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会进行审查。指挥中心表示，莫德纳合约也有1000多万剂疫苗还未交货。除了这卖疫苗，未来会当选择次世代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确诊者死亡了后，目前是要要求讲24点钟内爱火化，也毋过因为防疫无法度见最后一面。卫生福利部等个研究讲，看安怎会当互家属甲亲人告别圆满人生最后的阶段。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个案，敢要伫24点钟内火化。
这个争议要小媒体。我确诊，我痊愈了，看到死去的市民，心情很低落。希望他们的离去更有尊严。确诊遗体目前还是不能在馆内做寄存的动作，那这部分我们也还在跟上头研议。送火之后要再设排位区，这个我们是没有禁止的。因若各国确诊死亡数字的指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应该避免落错处理染疫死亡的往生者，爱尊重伊的宗教文化。另外，纽西兰、澳洲、新加坡、甲加拿大嘛无就爱赶紧火化的规定，亲像新加坡有稳准9令3天。嘛，拢有要求，伫咧遵守相关管控的停尸前提之下，互家属有机会甲伊的亲人休息。我们目前正在研议，在哪一个面向上面是可以来安排，好，那这个让家属可以来瞻仰遗容，但是仍然符合防疫的要求。因若确诊者的遗体无法度冰，也无法度伪装，因为遗体伪装可能会提悬感染的风险。卫生部处长施水元说明讲，因为Omicron病毒历史中重症的机会较小，才会开始有争取甲往生的亲人休息的诉求。目前有参考外国的做法，不过各国的方式无同款，目前还佫伫研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水气阁真济，下落淡薄仔雨，早起澎湖、马祖雨是真大，过到中部以北雨嘛愈落愈大哦。咱来看分图。今仔受到方面个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拢会落雨。过到中部以北可能会变大雨，澎湖、金门、马祖雨嘛落真大。伫温度方面，早起北部的天气较凉冷，只有22度。日时的温度上悬会有33度。明仔载拜六水气会阁增加，中部以北同款会继续落雨，部分的所在会落大雨。礼拜日雨水就较少，只有西半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暗时开始就无啥雨水咯，开始好天哦。到后礼拜三之前拢会是好天，也毋过煞来各有方面接近哦，要爱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因为最近2礼拜大雨落袂停哦，新竹县竹北、新丰、佮湖口、农民种的西瓜、芳瓜、佮芒仔瓜，拢水上甲真严重哦。本地就伫要收成咯，怎嘛拢乌有去咯？涂骹麦浪芒仔瓜捡起来，轻轻甲掰开，内底果子肉已经烂去啊！看到这款情形，农民实在真唔甘。新竹县受到连续大雨影响，原本6月就准备要收成的水果，即马全部害了了。一波下雨下这么久哈，到时候哈，太阳一出来，西瓜全部水上，因为这是水太严重了，太多天了啦。你要下1天还好，连续5、6天1个礼拜，我们农民就是看天吃，靠天吃饭的。这个受影响的果子园面积差不多32公顷，县政府农业处也答应会赶紧来协助农民申请灾害补助。3个乡镇降雨量，1天的降雨量都超过100。我们在接到那个各乡镇公所的通报之后，我们就会迅速启动天然灾害的救助的办法。农民讲，就算讲有政府补助，也无够补贴栽种的成本。大雨造成规年的生活全拢乌有去，实在有够无奈。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今日的报纸新闻，先来看《中国时报》疫情的探析。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拢确诊。蔡其昌昨暗伫面册讲，伊目前是无任何镜头哦，未来1礼拜的行程会先取消，伫厝隔离。陈吉仲因为带做伙亲人喂着病，就随做快筛，结果就是阳性的。再来看《联合报》哦，为伫新北市淡水新埔工专改制圣约翰科技大学。因为招生的情况真歹哦，学校的财务真困难。校务会议通过讲，对112学年度开始要停止部分学制的招生哦，准备要交予教育部来核定咯。教育部表示讲，顶个月有开说明会，要求学校爱伫7月底进前爱种6000万，无就会放嚟做专案辅导的学校。再来看《自由时报》，金管会公布办理第2波不动产授信业务专案金融检查的结果，指出讲有1间民营的中型银行帮2个插棒的团体办理贷款，计共是有24间厝贷款1亿4500万，再来会来处罚1间银行。
再来看2020年的11月份，台湾有一个查某学生詹依林，伫韩国的首尔，互啉酒载赛车的人弄死哦。昨宣判维持2审的判决，判这啉酒赛车的驾驶有期徒8档。詹依林的爸爸声明是表示讲，伊嘛是希望讲韩国政府会当修法来加重啉酒赛车的刑期，唔通阁有后一个受害的家庭。2020年11月份，伫南韩读博士的台湾查某学生詹依林，叫一个姓金的查甫人食酒赛车弄死。今年3月底，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审宣判，这个姓金的查甫人共判8年有期徒刑。这嘛是南韩啉酒赛车致使别人死亡，到目前为止判上重的。因若死者因爸母是真恶接受，嘛捌公开呼吁，希望南韩政府会当针对食酒赛车的问题来修法。我们希望依林的死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免于这种家庭破碎的痛苦。我希望韩国政府能够以这个来修法，出更严厉的惩罚给酒驾的人。詹依林因爸母发起联署，向韩国青瓦台甲法院申请，呼吁修法提悬罚则，得到超过20万人的联署。这个案件伫咧1审，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这个起诉的人8年的刑期。不过，最高法院认为讲，累犯加重刑期判决违宪。2021年12月份发回重审，今年3月2审依持原本的判决。不过，这个姓金的查甫人也是上诉，所以专案交予南韩最高法院来审理。查到佫一届开庭，判这个姓金的男性8年有期徒刑定宪。听到这个消息，王姓者因老爸詹庆辉透过声明讲，伊已经感觉真忝退啊，而且就算判8年，嘛是无法度来弥补因查某囝一生。也让这个姓金的查甫人也有2届食酒赛车罚款的记录，希望南韩政府会当要以啉酒赛车的问题修法提悬罚则，莫互因查某囝枉去来牺牲。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韩国拢大大开放观光啊，咱台湾哦，什么时阵会解禁？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观光局已经准备好出入境旅客相关的办法，最近会送指挥中心讨论。另外，机组人员入境唔免阁隔离，指挥中心嘛已经有讨论好势咯，也毋过是还未决定讲什么时阵开始。挂面纱、喙暗，甲防疫做好，机组员拖随身行李，准备上飞机服务。只是大概任务结束，返来台湾了后，检疫的规范包括3+4、5+5等。最近指挥中心持续放零防疫的限制，传出机组员防疫的新规定会调整为0+7。他们有专用的通道、专用的车辆，然后到旅馆就不能出来哈。所以我们是觉得在机组人士可以比现在3+4在松绑一点啦。6月2号的时候，我们的专家会议有通过，那通过这样的就是民航局的一个提议啦。但是目前在这个部分，指挥中心还在整体评估它的实施跟日期。对，目前还没有定案哦，还在监测当中。虽然目前新冠疫情也搁伫传，不过各国陆续选择甲病毒共存，放零边境的防疫。亲像南韩车北也宣布，所有入境的人，就算无注疫苗，也唔免隔离。日本是开放旅行团，不过游客必须彻底做到挂喙暗消毒，也甲买海外旅游险。若是台湾的国境什么时阵开放？对这代志，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观光局已经准备好出入境的旅客指引。PCR 2天内就是要阴性，然后3剂哈，然后团进团出。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主要是希望边境的开放哈，不要让更多的类似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再进来。王国材表示，虽然目前国境也未开放，不过7月15日进行上路，希望业者伫国内市场先练兵，一旦未来开放，就会当提供上介好的服务。目前旅客出入境相关指引已经完成，第一期会送到指挥中心核定，不过也是先开放商务客，再来者观光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3千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32万人哦。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增加72967例，目前是2693787例哦。中国伫 WHO 的病例数的资料是超过360万例，日本是超过900万例，韩国嘛超过1800万例。
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7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嘛超过3100万例。另外，伫欧洲迄边哦，英国是超过2200万例，法国嘛超过2900万例咯。再来看中国疫情，嘛是个继续的炭烧，昨通报新增加164例本土病例，虽然北京只增加1例，也毋过民众同款拢爱提出72点钟内底 PCR 的证明哦。伫上海部分的所在嘛通知讲，一礼拜6礼拜爱全面做 PCR 的体检。北韩是有超过430万人的发烧，也毋过北韩嘛是个拒绝疫苗甲医疗的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北韩讲，情况会个继续恶化。喙炎摕来，互医护人员伫咧脑采样。北京催稿虽然只敢若增加1例确诊，抑阁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但是当地政府讲，原本的传播链已经切断，所以也是爱严格执行公共场所磅体温、扫码、查72点钟内核酸证明等措施。因为大家估计都那个维护这都按遵守这种制度，就是少一点这种病情的疫情的传播嘛，是吧？因为我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工作不是中有事儿嘛，可能会耽误，因为做核酸有的时候时间长，有时候时间短，这也说不清楚嘛。民众对官方清零的政策看法无同。上海昨嘛伫咧传讲，全市会再度进行阶段性闭环加地毯式台闸。上海官方是否认，不过一寡地区已经收到通知，拜6会进行核酸检测全员台闸。中国卫健委官员讲，无发生疫情的所在为常态性体检。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呢，就是以核酸检测为中心，扩大预防的这样一个策略，才能够更早、更快地控制住疫情。中国抑阁伫咧坚持清零政策，边岸国家北韩是证实有超过430万人有发烧的症状，大众运输工具伫咧做清消。 우리는 비상 방역 사업이 더 강화되는 것만큼 비상 방역 사업에서 모든 소원들이 차소독을 비롯한 공대소독을 지연된 입장에서 정확히 하도록 요구하고 있습니다. 不过北韩到即嘛依然拒绝接受国际提供疫苗甲医疗援助，互原本就无好的医疗体系拄到正大的考验。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讲，情形会更加恶化。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译。来关心联合国安理会选出5位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包括日本、厄瓜多、马耳他、瑞士和莫桑比克。其中瑞士和莫桑比克是头一届进入安理会。联合国安理会是15个成员国组成，其中50是常任的理事国，有否决权，分别是美国、罗西亚、中国、英国和法国。另外，非常任的理事一任是2党逐党拢会选举换5个国家。2023年到2024年日本、厄瓜多、和马耳他、瑞士加莫桑比克是得到193个成员国2/3的支持。 咱再来看，有2个英国公民甲1个摩洛哥的公民，因为因加入乌克兰的军队和罗西亚压制连接，这3个人总是和罗西亚新任的顿内茨克共和国判死刑。英国政府表示谴责，这3个人的律师拢表示讲，因会阁上诉。 俄罗斯成立的顿内茨克共和国发现，伫催告宣判，为乌克兰离境的2位英国公民甲1位摩洛哥公民，因为参加佣兵活动，企图夺取政权、推翻顿内茨克共和国的宪政秩序的行动，判因死刑。因的律师讲会上诉。 По всем пунктам обвинени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все-так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лишний раз, что об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оены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их признании. 根据俄新社所发布的影片。 伫判决结果出来进前无到24点钟，2位英国公民甲1位摩洛哥公民伫审判时阵承认因加入乌克兰的外籍佣兵，3个人对指控因的相关罪行也拢总认罪。Not guilty and change it to guilty. Вы готовы дать показания по делу? Ready to give you evidence? Yes. Вы виновны в себя не признавали.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вы поменяли позицию? Да, так точно. Признаете полностью? Да, полностью. 英国对这件案件正关心，真侪政治人物也谴责这项判决。 This is the most egregious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讲，2位被抓起的英国公民是奸夫，这场审判是骗局，无合法性。首相强生的发言人讲，奸夫无应该被利用来达成政治目的。
根据日内瓦公约，政府有豁免权，无应该以参加敌对战争为理由被起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七八美国加州一个26岁查甫人半暝啊炸钱，阁有炸刀啊，早期最近准备要推翻保障拍台权的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位伫华盛顿的徛街附近哦。伊讲伊拍算要暗杀法官，才个自杀，也毋过伊随着受到安全人员的监视，后来嘛互警方抓起来。险险啊，互暗杀的大法官卡瓦诺是2018年美国前总统川普所任命的保守派法官。自从顶个月初传出最高法院有可能推翻保障对台权的罗素韦德案了后，最高法院外口就一直有支持对台权的民众示威，甚至有人前往卡瓦诺甲其他2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徛街门口抗议。七八透早1点左右，来自加州的26岁男子罗斯克，早刀枪枪支缩大甲号召喷雾，坐警的车来到卡瓦诺位置花府附近的徛街外口。迄当时2位安全人员捌看到伊落车，因过伊直到嫌犯卡电话互911，讲要自杀，佮杀害卡瓦诺，才伫50分钟了后就被警方逮捕。This kind of behavior is obviously behavior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Threats of violence and actual violence against the justices, of course, strike at the heart of our democracy. 罗斯克讲，伊的行凶动机是因为不管罗斯韦德案可能互最高法院推翻，伊也对德州小学枪击案感觉气愤，因为卡瓦诺会投票放宽枪管法案。卡瓦诺2018年伫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捌就罗斯韦德案安尼表态。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o keep in mind about Roe v. Wade is that it has been reaffirmed many times over the past 45 years, as you know. 这件想要暗杀大法官的事件引起美国正大高度关切。共和党众议领袖麦卡锡就批评民主党人伫背后会放电火，才会造成大法官遭受生命威胁，要求众议赶紧通过保护大法官甲因家人的相关法案。另外，被控杀人未遂罪的罗斯克一旦定罪，相关可能面临20年的监禁。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美国阁发生枪杀案，有人伫马里兰州一间工厂开枪，至少造成3人死亡，嫌犯已经被抓到了。再来看中国的四川透早阁发生大地震，至少已经有5解，上大规模是6.0，嘛已经启动2级警戒，目前并无传出有人受伤。再来看美国特别公布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外界认为通货膨胀的情况是真严重，所以美国股市受到影响。今仔早起，道琼指数是638点。再来看日本，对6月初开始就开放外国旅行团会当去观光，也毋过最近的日票是一直在落，昨午出现25天来上低的汇率0.22左右。专家嘛建议讲哦，有想要换日票的民众会当开始分批来换咯。货架顶放满各种的进口商品，其中阁以日本食品上受民众的介意。虽然介绍贵一点嘛，也毋过也是互无法度出国的民众，也会当食到酥酥黏黏的日本特色食品。因为我觉得它产品比较齐全啦，种类比较多啦，就是一些日用品、杂货那些啊，饼干那些，对。我觉得台湾的好像真的比较贵一点，但是还是想要算了就买，因为现在也没有办法去日本，所以就是加减买的概念。日本8月6月初10将要拍开国门，也毋过就伫迎接观光客到的同时，日票也报袂停。为台湾银行的排购汇率会当看到，初9早起的现金汇率排购价上价来到0.2239，搁创超过25年来新低。甲去年1月初6高点汇价0.2797比，迄当时10万的台票只会当换到35,7525块的日票，即马会当换到44,627块日票，等于加换到8,9100块日票，赚我买2万台票。美元的走势相对强劲，美国的升息是持续的，但是在整体日本央行的政策是持续宽松的情况之下，造就着美日的利差扩大。那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币的走贬势必会持续。也毋过分析师也提起，以日票哪来哪足的走势来看，若是一摆大量换汇，恐惊会互套掉的，因为日本央行继续用宽松政策使日票变压继续。建议即马起6个月分批兑换，将有机会会当换到较便宜的日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伫美国访问的时表示讲，九二共识是无共识的共识哦。后来中国国台办的回应呛讲，九二共识袂当黑白扭曲。咱国陆委会是指出讲，中共定义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原则，并无接受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毋过，这嘛是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无法度接受的。有了安保，算是国民党驻美代表处成立。当地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九二共识是无共识的共识，是创造性的无清楚。佮强调国民党是亲美政党，伊毋是外界错误标签的亲中。伊也考抗北京，根据了台顶强硬做法，只会激起台湾民众反感。任何的强硬的做法、强硬的手段，只是激起台湾民众的反感，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两岸应该要透过所谓的沟通、对话、交流，就是要能够大家能够提升善意。对于朱立伦的言论，中国国台办回应：两岸代志是家内事，无需要外人来插。佮强调九二共识无相关随意扭曲。对此，陆委会表示，中国已经定义九二共识无中华民国存在空间，已经予台湾多数民意拒绝。我们要呼吁中共当局放弃对台强加的政治框架及武力恫吓作为，真正面对中华民国事实存在的课题，方有助于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学者分析，朱立伦访美除了要强化国民党甲美国的关系，也要洗掉互绿营搭上反美标签，同时争取中间甲浅绿选民的认同，更加互国民党的两花路线，更加会当互民意接受。他要摆脱这个亲中反美的这个标签，出口转内销，他希望能够争取选票。另外，中国国台办副主任刘君川称白讲，统一了后，台湾同胞将伫台湾真正当家作主。陆委会批评台湾人民长期抵抗中共的威胁挑战，绝对袂接受北京所设定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政府殡葬管理处秘书室秘书区金莹，向白宫定定的请假，甲一寡厂商的拍麻将哦，佮接受乌西。区秘书是讲哦，伊是互人抹黑的。市长郭文德就表示讲，警方应该好好查，要无警方处归去裁掉。我总算看到网军的真面目，原来就是你这个样子。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上台即阵，甲台北市交通局科长林玉生叫起来碰。台北市府网军的风波也未停歇，议员李庆元佫压出来讲，台北市府殡葬管理处秘书室的秘书曲金莹，惯势伫拜一下晡请假去人兜拍麻将，2年以来已经请假73届啊。邱秘书，您都到哪里去了？有时候我是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候是直接回家睡觉。跟朋友在一起做什么？这就跟必做的新闻稿一样，我有时候是偶尔在打麻将。李庆元进一步提出变做过声音的录音档，指控甲区金莹拍麻将的人，包括殡葬业者，而且还佫涉及收乌西钱，互人职务。市长郭文德嘛需要求警方处来调查。政风处你们最好把你们殡葬处的政风室人员全部一起处理，不然你会很麻烦。我跟你讲。政风的好坏其实不能完全靠政风单独的。我的政风是撤掉算了。我觉得市长这样的做法可能也不是很跟实际的状况。我没有叫你讲话。区金莹虽然承认讲伊有去拍麻将，不过被询了后受访煞伫法院网，背回讲一切指控拢是有空无损的，嘛强调讲伊个人的兴趣袂影响公务的进行。既然大家都知道说我去打麻将，代表说我很坦荡，我很坦白。议员所有的指控部分都是虚伪造假这个部分的话，一些不记名的一个检举部分的话，很不负责任。那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需要未审先判，也不要不审就先判没有。台北市民政局嘛发告回应讲，针对殡葬处的人员去无徛名的人检举，讲有收乌西钱的代志，殡葬处会全力配合警方处的调查，来理清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防疫关怀包互发现讲内底有里长参选人的宣传品也毋过里长讲伊只是送催暗互民众，也毋过民政局是讲有宣传品确实无该妥当，应该爱改善。
台中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悬，防疫关怀包由送到厝，也是李干事来配送，却出现延误的情形。6月开始，该由里长协助发送。不过，大雅区有民众甲文雅社区发展协会投诉，关怀包主希望外口副里长参选人竞选文宣的喙暗，协助防疫，搁伫做选举宣传。我觉得这一件事情非常的不可取了。你发放防疫包，你不应该夹杂任何关于政治或是关于竞选的文宣在里面。特别卸任的文雅里长吴天发，也甲议定投入选举的林长朱中义拢出来发冤枉，讲疫情发生以来，毋若一改关喙暗互民众，放一张文宣都互人讲甲遐严重。防疫期间，口罩对每个人都很需要，所以就是送这样而已，也没有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的事情啊？疫情的时间，咱原来顺续个口罩，甲送一个，咱做想的，是很单纯，但是无想到讲，大家安尼甲小题大做啦。台中市民政局是讲，里长委托林长代送关怀包，基本上无什么问题。不过林长附送竞选文宣都无妥当，已经阻止当事人。那这非常不妥。那因为这个在前天我们了解以后，就请区公所要求这个里办公室不可以这样，请他拿掉。那至于会不会开罚，当然我们会请区公所了解实际的情形。台中市的防疫关怀包近日该引起争论，初白果有确诊民众拍开发现附上咸面，伫那后听的时阵根本无法度食，伫网络顶也质疑市政府无体贴，也浪费预算。民政局紧急要求委托厂商爱改善，对确诊者嘛感觉真失礼。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最近猪仔佮番麦拢传出灾情拢染着病。县政府甲农业单位去现场来了解，望讲中央一旦甲番麦嘛来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对象，来减少农友的损失。5月落过大雨了后，云林县内10个乡镇的早冬猪仔出现灾情。其中种猪仔3000公顷的水拿向上较严重。当地农民表示，虽然落雨了后有赶紧除药啊防治，不过效果有限。即马出现拍树的情形，收成减真多。当然天然灾害，咱有救济金，政府编啊济，当然这是事实看起来，咱是看真正可怜啦。啊，你规矩别挂到这挂无10挂，这不够成本啦。如果抽水，然后刚好遇到下雨，然后再你在喷药防治以往的喷药防治方法上，那个防治效果比较没有像以往那么明显，所以导致说我们就感觉说它的水到了病的严重程度就会非常的高。农业署表示，县府最近函文建请中央勘灾，也是提报天然灾害救助。对这件代志，农委会表示，今年开始实施猪仔的收入保险，取代英国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但是种猪仔的区域减产2成，农民就当赔18000块。另外，受到大雨霜冻的，还有土库镇当时间原厂乡的贩卖。因为拄咧开火时阵点落雨咧出去的是顺的是变成你这样。灾害救助的部分呢，玉米从3万6有提高到4万1啊。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县内种番麦面积是2800公顷，经过农改场人员的勘采，包含土库当时原厂番麦明显变较细粒，还有欠粒的情形，初步判定已经达到救助的标准。保证农业处函文农委会建议这3个乡镇的番麦广告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三地门往德文村唯一道路平31线，去年8月份因为大雨放弃，高达工程经过7届的流标了。工程局是表示因为这个工程真困难，佮加上原物料是一直的起价，所以才会标袂出去，会来追加预算，赶紧来发包。要去三地门德文村，爱经过这条平31线，现场的路有一半用绑啊围起来。因为去年8月时阵一场大雨，这条路有一半凹落去，甲即卖路悬价差要到1公尺，而且派去这条路还有200公尺长，到即卖也未修好。只要有一个安全的小便道就好了，也就是说，就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工程啊。等了10个月，所以他们开始有讲说，我们只要有一条安全的一条道路就可以了，赶快做。不过一直到现在已经1年。路到即马也未修好，主要是这段期间工程流标7遍，
工务处对并31线7公里的路全面做检讨，催培嘛到现场甲部落的居民说明，因为工程较困难，雨水柜阁要到啊，即马原物料阁一直起价，所以会调整预算甲施工的工法。刚好呢，就是遇到整个物价的一个波动，那遇到物价波动就一直没有办法发包出去。那我们县府呢这边也一直在增加经费，那总共也增加了1000多万的经费。那目前还在办理相关的一个作业。当地议员讲，部落内面有真侪工程，这条路若是无修好，大型机具就无法度出入，而且居民也需要一条安全登记处的路。工务处希望道路的工程伫7月时阵会当顺利发包出去。记者综合报道。一种台湾原住民传统的食物油网已经消失60冬了。中央已伫13冬前到台东区农改场来进行保种保育，嘛辅导原住民来种植，嘛已经成功种出这种超级食物了。咱做伙来了解。伫野外，你可能发现这种生做亲像干针，搁亲像稻米的食物，毋过无详细看，想讲是草啊，伊是互人讲是超级未来食物的油网。台东县延平乡武陵部落布农族人已经种7冬啊，差不多7分地。这个族人是讲，这是部落传统食物，毋过消失真久啊，要甲家己食过的食物，甲找到倒来家己种。后来我就问了部落里面的老人家，所以有听过没吃过。我就是为了他们的在报告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中央院的研究，油网的营养成分比稻米、红台啊、加麦啊拢较悬，而且对咱人的健康真有帮助的刷鱼，唔免靠食鱼啊，因为种油网无需要水，也免野肥加农药。不过种植技术消失60年，看起来阁亲像草啊，真紧互抠掉，种源处理困难。目前台东区农改场负责保种甲保育，保存国内10外种油网籽，陆续去部落辅导种植。油芒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种的东西，但是因为种源取得上其实真的是比较困难一些。环境上可以有一些的改善吗？就是人类一样也需要这个，但是可以透过吃油芒。台东农改场表示，油网1年收2改，而且规场拢会当利用，伊的筋骨也会当做动物饲料。伫个食品的应用也陆续用伫餐饮加点心食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捌伫病院做职能治疗师的陈兴伦，因为真感慨讲，一寡查某人为了照顾病人，拢失去家己的生活，伊真唔甘，所以创立一个伊5万的网络平台，来分享女性的生命故事，慢慢讲帮助所有的查某人会当来活出家己的人生。拜六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因是安怎为女性来发声。想要让妈妈加一点笑容，变较水咧。伫新北市三峡无患母亲的颁奖典礼 ，She Aspire 以5万这个社群平台，透过网络募集化妆品，嘛招愿意参加公益活动的化妆师来参与，要互台顶这个妈妈会当欢欢喜喜。这个彩妆公益活动8年来，即马已经举办第33场啊。我一直有一个希望有主管会使劳动啦，会使对这个所在去较少的所在透过他渴望这个平台来为因创造这个机会甲资源，互遐辛苦的人有一个机会在过无同款的日子啦。这些达人区都是我去创意市集找回来的，它可以引发一些年轻人来这边逛，就觉得说，小熊妈妈一样也有这样的文创的东西。会创立以5万这个社群平台，是因为10年前陈彦伦伫病院做职能治疗师的时阵，看到真侪陪病的人拢是女性，因为规心照顾破病的亲人，无压抑着家己的心，尾啊甚至失去自我。伊唔甘这个女性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伊开始用网络社群平台分享因的故事，甲因斗解决生活当中拄到的困难，嘛参考外国一帮一个公益理念，办各种的课程，再佮收入投入更较侪公益活动。用正面的宣传，和女性有力量做出改变。6、7、8、4，言论的这个理念对我来说，就是在促进女生更相信自己，然后较有自信，所以我就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成就家己造福别人，是因5万这个平台上界大的愿望。因为团队相信讲，只要资源会当流动，会当分享，女性就会当有更较侪机会去选择家己想要行的路。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网咖有一间本地是日本时代的糖厂，嘛是市定古迹。这几档是有剧场进驻，把这个古迹重新翻过，即马是变做是一个表演的场所。咱做回来看卖。去年小剧场受到好评的舞台剧之间，伫万州小剧场开幕时特别演出。这栋建筑物北是台湾上北部的糖厂，经历文史工作者要求保留变市定古迹。到达透过台北市老厝文化运动，头一届有民间剧场甲官方合作，建造剧场空间。一个民间的剧团，其实它的资金可能就是一个问题。那它的创意再加上它怎么维护古迹？其实也对他们来讲是困难的。民众能够了解、多接近，这应该是台北市第一个利用古迹来做演出售票的剧场。小剧场表示，因伫3档前进驻，到达欠钱修复建筑，虽然拄到真侪困难，嘛受到疫情的干扰，不过也是坚持以剧团甲场馆共生的模式，加做城市新的票。你看台湾都是先有神才有庙。可是台湾的场馆状况就是只有庙没有神。我今天来这里的时候，我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我会得到什么。那或许这样子在培养所谓的艺文观众的比例上面是更好养成的。剧团表示，台湾的剧场空间真侪拢是公部门经营，若是对中倒一个团队就有公平性的问题。即马剧团家己来经营自有场馆，希望为台湾的表演艺术产业创造另外一种可能。记者陈文正派文台北采访报道。教育部最近预告要收幼教法咯，按算互2岁囡仔会当甲3、4岁囡仔做伙上课。也毋过，一寡家长佮教育团体是认为讲，2岁到3岁以上囡仔的教育佮有照顾的方式拢无啥相同，无应该做这款的修法。教育部初指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预告，要修改幼儿教育甲照顾法施行细则，互2岁囡仔会使甲3岁以上无满4岁囡仔伫同一班。才讲过1礼拜时间，网络就有万挂笔的讨论，反对立场是占大多数。初到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伫教育部头前召开记者会，表明反对的态度。因为2岁的孩子，他的一个生理，他需要更多的一个照顾。2岁到3岁，光差1岁。以孩子，不管是他的一个生理的一个训练，或者各方面的一个训练，都急需人力，急需人家去关照。2岁的中间的过程，如果没有成人辅导他，在这个如厕跟饮食生活照顾上，绝对会影响到他后来人格的发展。北大嘛有家长表示，烦恼大细汉囡仔同齐上课，较有可能发生危险。全国从期内2岁专班甲3岁以上幼儿园班级，各款要求拢无同。亲像2岁专班要求便所爱设伫教室内底，3岁以上唔免。2岁专班一班上侪16个人，3岁以上会使到30个人。这个幼儿园内，他如果没有设置2岁专班，或者是2岁专班他已经额满。但是他的3岁专班还有余额，是必须幼儿他的生理年龄要满3岁的当月他才可以入班。教育部表示，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是一摆修法的适用对象。嘛强调，教育部会继续收集各界意见，进行修法的建议。记者古本流水台北报道。来看嘉义布袋正义国小第20档前就因为人口外流，所以废校咯。也毋过第2010年开始，社区就开始整理校园，最近已经重新开放给社区使用。去修的啦，古类处理修的啦。当朝护理人员带社区的食堂做伙来运动，毕业的灶脚当咧煮食堂的中昼顿。外口也有食堂的菜园，社区阁征收3间教室，然后青农伫遮上课。未来阁要推广在地农产品。好，遮老人大家有当活动，啊，阁有当摘菜来到整理环境。阮做主工也欢喜，煮了真欢喜，互大家食欢喜。这间正义国小的建筑物已经有60多年，伫1991年废校了后，就一直爬远到大。社区配合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豆豆啊修整。虽然阁有一寡需要修理的所在，不过学校空间再利用，已经替社区的活法起头。水保局帮忙我们把它重整起来以后，加上我们这些又复校了，我们这些老人家帮忙我们复校了。你看大家看到的呈现的是不一样的景色，不一样的环境。社区发展协会讲，因的社区有4个住路，学校拄好伫中，
下乡的空间活化，唔能解决进前活动中心无够快的问题。未来阁要规划实用教育、环境教育甲地方文化，希望让这个空间会当阁一摆正做社区的教育中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全世界拢面对通货膨胀的问题哦，物件毋是起价就是求水。本地一包饼内底有10块哦，因为无起价，就变做只剩8块。有专家就讲哦，这个做求水是通货膨胀。The old one had 425 sheets on a roll, and you may still find this in some stores. The new one, 320. You lost over 100 sheets on every roll. 各项物件拢起的年代，用原价消费着商品先卖欢喜，因为内容物可能变少啊。美国市场铁腿仔牌清洁剂为2.2公升减少为1.99公升，即压65张的塑胶面纸，即马变成60张。凯特利运动饮料管啊变散，用为900cc 变做795cc， 英国的雀巢即向加比为100克变成90克。经济学家用这款的现象叫做救水式通膨，即马是全球制造商面对原料物料运费、包装费起悬的变通之道。That's kind of a sneaky way of passing on a price increase because they hope most consumers are not going to catch it. But it's not just limited to supermarket products. There may be household products, and even restaurants seem to be changing their portion sizes. 根据标准普尔的数据，5月份全球消费者物价有计将会起7%。这种通膨海中也看袂到进步，不过有一寡制造商却因为产品救水计价无变造成的假象，效率颠倒增加，而且当算未来物价回稳，救水过的产品也真歹恢复原本的用量。专家表示，消费者买物件时阵要注意这类陷阱。If you find your product has downsized, see if a competitor maybe hasn't changed yet. Try a store brand. Store brands usually are the last ones to downsize. Use unit pricing. That's the price on the shelf that tells you the price per ounce of a product. That way you can easily compare one brand to another, one size to another.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泰国第3当前通过医疗用的大麻合法化，最近又搁甲大麻对毒品管制名单移除。业者是认为讲，这对观光旅游会有淡薄仔帮衬，也毋过有民众是批评讲，上紧开放有可能会造成社会乱象。玻璃罐内底底5回杂色的软糖仔，这毋是普通的糖仔。泰国大麻合法化，车到正式实施。伫曼谷这间大麻软糖仔的老店，甲店面重新翻过，准备要来迎接新的商机。Thai cannabis has a story. We have our old branding. We can kind of bring that back up. And it's just down to how do we control it in a way that children does not have access to it. 这个新的规定对部分的观光客来讲是有正大的吸引力。现在业者嘛希望会当提升疫情了后的观光。I'm sure it's really good and really enjoyable for whoever wants to do it, but it's definitely not something that would change my mind about whether to come or not. 不过，外国观光客并不是每一个人拢介意大麻，有部分的泰国人嘛认为讲，民众对大麻合法化也未准备好势。เราจะใช้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มันยังไงคิดว่าน่าจะต้องให้ความรู้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ใช้หรือว่าข้อจำกัดในการใช้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เพื่อมันจะได้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ใช้เกิน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เคยรู้ม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มีโทษมากกว่าจ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นะคะ即马泰国正做亚洲头一个甲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是好是歹也会观察。不过台湾目前也是甲大麻来做是二级毒品，持有或者是种植拢是违法的行为。提醒民众千万唔通甲泰国的大麻产品载登来台湾。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欧洲议会已经通过要求欧盟要对2035年开始禁止卖新的食汽油还是食柴油的轿车哦，望讲全面来使用电动车，对抗气候变迁。欧盟列出新政目标，伫2030年以前，将碳排量为1990年的水准减少55%，搁进一步伫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减碳的方式之一，包括2035年以前将新车的碳排放量减少100%，等于到时将禁卖所有汽柴油车，加速欧洲转向电动车。欧盟一年以来审议这项法案，搁伫这几礼拜举行辩论，赞成反对两方各自表态。What we need to do is make this transition happen. The war has only accentuated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this transition happe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Money spent on renewables in Europe is money that stays in Europe.
Money spent on fossil fuel bought in Russia is money that disappears in Putin's pockets and is then used to wage a war against his peaceful neighbors. Now, the only thing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is to treat our industry as a partner, not as a criminal, which is poisoning our environment. Because let's be honest, the input for millions of European families are provided by European industry, not by European institutions. 当地时间初八，欧洲议会投票以339票赞成、249票反对、2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赞成法案。虽然也需要说服欧盟各会员国对提案的同意，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主席已经真欢喜，表示欧盟朝向碳中和更加迈进一步。公司新闻王安峰编译。来看天气哦，今仔早起各地拢落淡薄仔雨，过昼中部以北平湖、金门、马祖雨会落较大。明仔载拜六水气增加，中部以北雨会落较大哦。也毋过礼拜日下暗雨水地减少。这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